罗盘啊，罗经仪啊，罗经啊。你看，有八卦了，有那个五行，你看有12月份有24节气，应该还有10天干12地支啊。12地支是12个月份了，啊，24、3是什么？24节气啊哦。还要再研究看看24节气有没有最外圈24节气再往里面倒数第2圈。你看农历12月份了，然后再往里面。哦，原来是那个胆肝肺大肾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络三焦，12经络啦。心包是第6脏了，心肝脾肺肾5行5脏了。哦，原来5行5脏，然后再加心包络，这是第6脏。然后这个就是12时辰了，12时辰血液流到哪里了？胆肝肺炸大肠胃脾心小肠心包络三焦，有没有看到心包3个字？心包络联络的络，只取2个字心包。然后来三焦，有没有？上焦管呼吸，中焦管吞咽，下焦管排泄，有没有？呼吸啊，吞咽啊，排泄啊，你看身体健康幸福嘛？好食好困好放，排泄是好放无？吞咽好食无？呼吸好困无？好食好困好放就是幸福啊，幸福。吃得好，排泄排得好，大小便排泄排得好，顺利啊，顺畅啊，睡觉睡得好，就是健康了。好食好困好放就是健康幸福了。你看啊，有没有睡得着？有没有吃得下？有没有大小便排泄正常？这就是健康的关键呢。有没有倒数第3圈呢？那个就是12个时辰啊，血液流到的地方，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心包络三焦，大肝脾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络三焦，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络三焦。然后再往里面，你看关节啊，12经络呢，那12时辰血液流行呢，血行的地方是不是12经络？胆是胆经啊，肝的肝经啊，肺经啊，大肠经啊，胃经里有胃经吗？脾经吗？心经吗？小肠经吗？膀胱经吗？肾经吗？心包络有心包络经吗？心包络而已嘛。三焦有三焦经吗？就叫三焦而已嘛。再搜寻看看12经络，12时辰啊，血液流到哪个地方？就是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心包络三焦，大肝脾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络三焦。上焦管
呼吸中交管吞咽，下交管排泄，上中下三焦。心包络是第六脏，五脏是心肝脾肺肾。第四圈倒数第四圈，关节呢？你看，那个是碱水，要像碱水字，什么关节？关节看得出来的，那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啊？然后里面是八卦变出来64卦，64卦里面的12个部分嘛，最里面是八卦。八卦又分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。那先天八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但是后天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拨不动了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12个卦当然是64卦里面的12个卦，所以里面是那个八卦。最中间呢，太极图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出自《易经》系辞。我来现在看哦，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有口诀。先天八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先找到前3年的乾卦，然后对上缺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看来不是乾兑离震，然后另一个方向巽坎艮坤呢？不对，那不是先天八卦，是后天八卦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，从中央向外看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又好像不是。乾坎艮震，艮复完震阳雨，巽离坤兑了。乾坎艮震，艮复完震阳雨，巽离坤兑。哎呀，这后面4个就不对了。乾兑离震巽坎艮坤。不容易耶。你看哦，现在画面最左边啊，大概9点钟方向开始，然后顺时针哦，后天八卦
前坎艮震，中间向外看，又好像不是这样。前坎艮震，对，前坎艮震呢，中央向外看了。这个地方看不清楚，光照亮亮的，看不清楚。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，但是又后面4个不对，巽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巽好像跑到那个8点钟方向，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嘛。那如果先天八卦是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不对。先天八卦是右半边的话，或者是左半边开始。哎呀，这后天八卦，你看太极图外面那一圈，第2圈了，第2个圆，第2环了。你看呢、从右边看，右半边看，1点钟方向开始看了，前坎艮震，从那个中心向外看，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在哪里？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在哪里？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这样对哦，这样后天八卦，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最中间太极图，然后往外啊，还开始从那个1点钟方向开始，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的后天八卦。那在外面也是八卦嘞，奇怪，那到底是方位的不同，看不太清楚了。原则上好像都是后天八卦，前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但是顺时针的是反时针的。如果先天八卦是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因为这是要看那个地理风水的，应该是后天八卦。后天八卦口诀：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。记住了哦。然后来看在外面，是那个是64卦里有12个，12个好像可能配合那个12个月份还是12经络。然后在外面好像是那个关节呢，什么关节啊？
奇怪，怎么都是什么关节？不是36骨节吗？啥子骨折？12经络吧。五脏六腑啊，12经络啦，36骨节，你还是什么？这个字好像是关节，看不太清楚。然后来右边，那个是12经络了，12时辰，血液流到哪个地方啊？胆、肝、肺、大肠、胃、脾、心、小肠、膀胱、肾、身、心、包络三焦，大肝、脾、大肠、胃、脾、心。你看现在画面最上面，心啊，然后小肠，然后膀胱，然后来肾脏，然后心包络，它只有写2个字心包，然后三焦，焦不要烧焦那个焦了，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。上焦管呼吸，中焦管吞咽，下焦管排泄。健康嘛，就看有没有睡得早，吃得好，拉得好，好食好困好饱就是幸福了。吃得好，你看那个吃得正常嘛，正常哦不一定大鱼大肉，反而吃素比较好啊，不跟众生结恶缘哦，然后没有因果病哦，反而比较年老睡得好，睡得好，吃得好，要吃，不是那个山珍海味的，如果吃素了还可以哦，不是那个大鱼大肉了，跟众生结恶缘哦，血管的疾病就不容易睡得好了，或者是大小便就不正常了。所以吃得好吗？睡得好吗？大小便正常吗？好食好困好饱，好食好饱无？好困无？你看那个就是健康的关键了。吃素当然好困了，不跟众生结恶也没有因果病还好困了，那个好饱。吃素嘛，吃素得到健康呢。现在营养又好，又料理又做得很好，好。要得名是传三宝，得三宝开窍开生死门户啊！将来超脱六道生死轮回才是更重要啊！人世间的好，你看在阴阳五行里面呢，受苦啊，受难的阴阳的日月天地五行，心肝脾肺肾配合五脏，还有配合五阴哦。心是恩，感恩的心；肝是阿甘，阿甘正传阿；脾是你看那个大便的时候要把它遇到便秘要把它排出来，脾就跟那个那个音有关。你看那个一下那个位置就是脾脏，脾脏在震动的位置。会了昂头唱情歌，念一下，发一下的音，肺部有动到的。肾脏和那个的音，你看肾脏的2颗肾脏的位置，那个好像有震动。你看用那个发那个音来震动内脏，你看心肝脾肺肾配合五音哦。心是恩，肝是阿，脾是肺是安，肾是乌。你看那肾脏2颗是不是像英文字 oo， 然后那个动物园 zoo 念作入动物园，木栅动物园，阳明山是故宫博物院的入动物园zoo 念作入oo呜呜呜。
然后再往外面，好像什么关节，不是，12经络，我外面倒数第2圈是农历12个月啦，农历12个月，然后在最外面24节气啊。你看你1个月2个节气嘛，乘以12就24节气啊。现在就是从外面算来第4圈，什么关节的那个看不清楚，关节再往里面，64卦里面有12个卦，然后再往里面，那个应该是8卦，但是后天8卦，那为什么排2次呢？方向不一样啊。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那个是先天八卦，后天八卦应该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后天八卦应该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？你最内圈从现在画面11点钟方向看，1点钟，下午1点钟方向开始，40时针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怎么看这个卦？从中心向外看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那第2圈呢？同样是八卦，第2圈呢，到底是什么？看不太清楚啊。如果先天八卦念看来对看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不对哩，抓一个，然后左右来比较看看，艮坤。看不太清楚哩，艮坤有点像啊，但是方向相反，从外向内。第1圈看的时候是从中心向外看的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那如果第2圈呢，从外向内看呢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看不出来，有点像啊，看不出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看不出来。现在你看，现在3点钟方向那个像坤了，坤了6段了，那更坤吗？如果是更坤的话，那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那是先天八卦呢。你看，第2圈呢，后天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看不清楚。再念一次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。那找不出来，看不清楚了。如果看得清楚，大概就没问题了。
内行的一看就知道啊，不知道了再探索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明显是坤嘛，乾对离震巽坎艮坤。那坤的旁边应该是乾哦，那不是啊，那个字不是，那个不是乾，是离中西耶。还是不是坤是震啊？啊，离震嘛，乾对离震呢，巽坎艮坤是反方向呢，一个顺时针，一个逆时针呢。先天八卦，乾对离震，然后巽坎艮坤是逆哦，反方向呢，有可能呢。你看那相邻的东西，相邻的卦就可以知道了。乾对离震，巽坎艮坤，艮坤，如果是坤，旁边是艮呢、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如果是坤，旁边是兑啊，这很像呢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有像呢，一来一看一像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越来越像了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那为什么是？如果是这样，现在那个一点钟方向，内圈是乾，外圈是离，内圈乾为天，外圈那个离为火。开始哦，顺时针方向啊，后天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然后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这个位置为什么要放在那里？后天八卦原则上是后天八卦，口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像现在这个一点钟方向内圈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离中西很清楚啊，现在外圈一点钟方向很清楚，那个是离中西啊，然后来坤嘛，来对上缺啊，乾对离震巽坎艮坤，那个是先天八卦，现在是后天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前三年坎中满前三年坎中艮复完震阳与艮复完，巽下断，
离中虚，坤六断，兑上缺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前三年坎中满，艮复完，震阳鱼，巽下断，离中虚，坤六断，兑上缺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后天八卦口诀。然后再去研究，乾就是天，坤就是地，坎就是水，艮是山，震是雷，巽为风，离为火，坤为地，兑为者。你看，就是阴阳相对啦，天地相对，水火相对，山跟那个者相对，风跟雷，雷跟风相对，天地水火山者风雷，天地水火山者风雷。你看就八卦了。所以那个看地理风水嘛，天地啦、水火啦、山者啦、风雷啦，所以看阴阳嘛，阴阳之谓道嘛。你看那个八卦也是相对也是阴阳，然后那个人有内脏，五脏是属于阴啊，六腑是属于阳啊，然后有12经络，你看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心包络三焦，肝胆相照，肝是阴，胆是阳，胆肝肺大肠，胃是阴，大肠是阳，胃脾心，胃是阳，脾是阴，心小肠，心是阴，小肠是阳，膀胱肾啊，膀胱是阳，肾是阴，心包络三焦，心包络是第六脏，三焦属于阳，焦是火，烧东西烧到焦里面，所以很阳，所以也是有阴阳。然后来那个12个月份农历的，然后最外面是24时辰，不是24节气，一个月有2个节气，2乘以12是24个节气。你看地理风水，看天气，看身体健康。然后第4圈那个是什么关节？那个还不清楚。那个什么关节？